有啲人以為想太多就係自己太脆弱，但其實很多困住我哋嘅情緒，同童年陰影、原生家庭，甚至日常嘅情緒勒索，都可能早已悄悄寫入潛意識入面。Mind Reset： 19個被改寫的人生實錄，由 Ginny Chu 及 Elvis Lee 合著。Ginny 係一位具備多項國際催眠機構所認證嘅資深催眠治療師，亦係 JC 催眠治療 JC Hypnotherapy 嘅創始人兼首席催眠治療師。Elvis 係一位專注於企業培訓及心理輔導嘅專業工作者，同時擁有多重心理治療專業資格。呢本書以19段真實療癒旅程為主線，帶大家走入催眠治療嘅世界，由親職壓力、戒賭、強迫症、校園欺凌，到婚外情、厭食、原生家庭，甚至沒有伴侶的婚姻，每個章節都係一個真實人生嘅轉捩點。讀落唔係雞湯，而係一步步教你追溯根源，理解內在需要，學識面對自己嘅感受。更貼心嘅係，每個個案最後都有人生金句總結，提醒我哋就算生活有無奈，都可以重新掌舵，好好愛自己，照顧內心，慢慢重組人生。Mind Reset： 19個被改寫的人生實錄，現已於各大書店有售。